优雅台语水，上界好听是台语。阿正先来报道故事历史，互你听个上欢喜。听众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小弟阿正伫遮甲大家请安问好。看到朋友真欢喜咱过来到空中参大家开讲话先报道。咱顶一遍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较逼所以咱呢有讲到累趁累这单元呢还未完全做一个结束，所以咱这集呢搁继续来甲开讲下去。咱讲到台湾钱淹脚目，咱讲到讲竟然台湾钱淹脚目，你来到台湾搁趁无累，真正扣角咱讲是安怎这个累，我都有哩老福州的歌谣内底捌听过累。是安那即摆台湾无咧讲，颠倒伫金门、马京，是新加坡，甚至印尼、马来西亚，拢抑搁有即个讲法。讲咱定咧华语有一句话讲叫做“李斯求之也”啦，就讲做颠倒一寡呢较偏僻，还是讲较毋是属于即个中原地区的所以抑搁有咧讲咱顶一遍嘛有讲到呢两个关键的年代，是1521年，西班牙呢因为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所以规个美洲大陆的时就正做西班牙的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墨西哥，所以墨西哥呢，还有一个名叫做新西班牙。这个新西班牙，这个墨西哥呢，竟然呢，殖民地呢有300栋其中墨西哥呢是出产这个银，全世界有名的。再来，另外一个关键年代叫1565年，西班牙呢占领这个菲律宾。占领菲律宾这介大意义伫倒呀，就是呢，伊是欧洲人伫亚洲内底第一个殖民地。你若像印尼后来加做荷兰的殖民地，这已经呢已经30-40年后的代志咱嘛讲过当时时呢，这个菲律宾这个名就是根据迄个时阵的国王叫做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呢，才补充一下，伊的老爸就是欧洲上界有名的，叫做查理五世。这查理五世呢，伊不但是西班牙的国王，伊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我常咧讲一句话啦，本土化就是国际化。因为台湾伫17世纪和荷兰人来占领的时阵，台湾就已经国际化，就已经行入这个国际历史的舞台。所以你无要了解台湾变化，你一旦了解台湾，你发现讲台湾的世界甲国际拢有牵连。这内底牵连到墨西哥，牵连到菲律宾，牵连到印尼，佮牵连到日本，甚至呢，这个荷兰，佮西班牙，甚至佮葡萄牙，佮刷落去。咱来讲第三个关键的年代，1571年。1571年，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呢，六东欧，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的六东欧。这当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伊原本的西班牙原本呢是伫这个西务事务。迁都来到这个总部，迁来到马尼拉。这内底发生什么大代志呢？伫这个当中的时阵，在迁徙当中呢，去遇到中国的商人。我特别讲商人因为我这要讲另外一个最重要，这个商人商人就是讲在做生意的啦生意的。看到朋友，你可能唔知影，这个咱今在台语在讲这个生意这就是。菲律宾本身，菲律宾当地的土话，就讲原住民话，因原本的语言就叫做生理安那拼 SANG 生理 LEY， 所以这个生理这句话其实就是菲律宾的土话。那这土话不是迄个土的土就讲当地的话什么意思？就是呢，定来的人，就是生理人啦，定来啦。常客常来所以你袂感觉真奇怪吗？就是咱在讲这个台语在讲生理的时候，咱是写生理对不对？不过华语讲生理的时候，讲什么生理期啦，什么生理啦、心理有无？完全无同款的概念就讲是按照台语在写做生理，生理咱叫生理，不是啦。其实这就是翻菲律宾的这当地迄个话翻。用这个字来读迄个音的啦，迄叫咱一般讲叫做音译啦，用音来翻的啦，那商人呢，迄就是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艺术来翻的，这无共款啦所以
好朋友啊，生理就是你这个状况来哦。好啊，咱你这个当中的时阵，当时呢有生理人有这个生理对不对？啊，但是呢，我甲你买这个货，时也好啦，迄个时阵哦，介重要的啦吼，印尼啦、菲律宾啦等等哦，因介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香料吼。而且香料的时阵，伊做转口贸易，伊做这个转口的买贸易的时阵吼，伊啊用这个钱吼啊，过来换落啊皮，换这个石啊，换这哪好啊？这当中的时阵，已经不是以物易物啊，已经不是用物件来换物件，是我甲你买这的时候，我呢爱付钱给你，迄个钱就是用银币。当初时介重要的，就是为墨西哥的银矿的银啊所做的。迄阵的银币吼是用拍哦，用拍，所以每一个拢无共哦啊。迄个时阵的单位，就叫做里尔，公里的里，不过尔的尔，里尔啊，里尔呢，这其实是西班牙话啊，伊安那拼的叫做 REAL，叫做 real。哈，就讲因当时呢，因西班牙讲 real， 哦啊，这个啊，有人就加俩这个音加发写做里尔，哦，啊这里尔的时阵吼，当初是所有欧洲人伫东印度公司东方的亚洲呢，通用的这个什么呢？啊，这个银币，迄个时阵包括荷兰人虽然呢，伫迄个抗战抑搁在甲西班牙在对斗，不过荷兰人犹原嘛是用这个银币，用这个里尔呢，在做买卖。啊，里尔读这个经的时阵，在地人伊别样读这款的音吗？所以里尔，你读经的变什么话？雷，啊，所以咱的文献真正呢，就用这个吼，甲当做名词。啊，因为吼，迄个时阵吼，大明帝国也好，还是后来大清帝国也好，虽然呢有出家己的这个文言，不过呢，一般人吼，拢感觉迄无啥价值，大家拢要规定，拢要用所谓的这个里尔的银币来交换。啊，不过这个雷也好，这里也好，是吼后来呢，佫有另外一个讲法，因为伊顶悬吼，迄个银币吼，迄个银币呢顶悬呢又刻哪呢？刻迄个菲律宾，讲菲律宾迄个什么呢？迄个菲利普二世吼，这个人头像，啊，以前的国王吼，迄头毛无拢安尼像戴假帽啊有无吼？戴假发嘛，哦，假头毛，啊，看起来吼。这个长山讲看起来，种啊，迄是啥？迄是释迦牟尼佛。啊，所以里尔呢，后一个讲法叫做佛头银呐，佛头银呐，哦，佛头啊，所以民间呢后来呢，就有这两个讲法啊，讲我要换迄个佛头银哦，啊，讲我要雷哦，啊，因为啊有这段这个历史的背景，啊，不过后来呢，渐渐的伫台湾这个岛屿呢。大家就较少在讲这个雷这个名词，所以颠倒呢，伫这个啊澎湖啦、金门啦，甚至马祖啦，啊甲新加坡因犹原还个保留这款的讲法，啊，所以这个雷就牵涉一个17世纪的欧洲、甲墨西哥、甲菲律宾、甲台湾，甚至甲福建的关系，这就是咱所讲的语言文化的故事。小弟阿静呢，感谢大家收听。